等下，你以為平價同貴價化妝品根本冇得比？其實有啲位真係唔掂啊！一字按鍵遮瑕力，平價粉底可以遮蓋日常瑕疵，但要想完美遮住暗瘡痕或者色斑，貴價的高遮瑕配方真係有優勢。二字按鍵持妝時間，平價唔怕出油，但持妝時間大約6至8小時，貴價的防水防油配方可以撐到12小時以上，唔怕夜晚約會掉妝。三字按鍵成分安全，平價多用化學防腐劑，敏感皮膚可能會刺癢，貴價則較多添加天然保濕油和抗氧化劑，長期用對皮膚更友善。四字按鍵包裝與使用感，貴價的刷頭、泵頭設計更貼心，使用時更順手，平價則可能會有點卡或滴。總結，如果你只係日常上班、約會，平價已經足夠，但如果你追求長時間完美妝容或敏感肌，貴價就值得投資。你哋有冇試過兩款比較？留言分享你最愛的哪一款啦！